今次又嚟食麥卡咕啦，之前試過雞白湯同埋夏季限定嘅冷製豆乳辣麵，而我今次係會試呢間鋪嘅和牛麵豬燈肉加冇溶嘅鹽拉麵。先不呢款鹽湯嚟望下，係非常之清澈嘅淺黃色，可以完全望到晒浸咗喺湯裏面嘅麵，而且不上質感都係好輕盈。不過呢款望落去嘅感覺油量就會偏多少少，咁我最初聞落去嘅感覺就係好香菇味。跟住飲落去嘅味道就係呢款係清雞湯噶，不過呢款清雞湯本來都好夠味噶啦，係一股鹹香嘅味道，之後慢慢就會有埋嗰一陣冇溶菇嘅味道滲出嚟，呢陣菇味可以話係相當之香，但又唔會蓋過雞湯嘅味道喎。之後再含耐少少 depth 真啲，就可以試到埋鹽嘅味道，所以味道上嘅層次感雖然唔算豐富，不過係存在。但係我認為各種食材喺味道上嘅平衡係好噶，而且隻味真係好香，而飲落去嘅感覺的確係會偏向油膩少少。不過都 OK 嘅，唔會話好難入口，所以我認為呢款鹽湯係好噶。同埋呢款鹽湯俾到我嘅感覺就會有個反差，因為呢款湯望落去感覺好清，但係飲落去味道係好實淨，完全唔係清淡嘅感覺。跟住望下麵條嘅部分，呢款鹽拉麵就係配呢間鋪自家製麵嘅細麵，而形狀都係四方形，形態就係直麵。而我咬落去嘅感覺就係呢款麵嘅質感真係偏腍少少，不過係有翻一定嘅韌性，所以咬斷嘅感覺就唔係純粹嘅軟糯，而係啲彈性噶。至於味道方面，小麥嘅味道都係存在，同埋就算係夾到好高食嘅話，味道都完全唔會淡。嗰一陣菇嗰個油嘅味道係非常之香。跟住我再嘗試中翻個湯落去食，咁樣食嘅話就可以更加 feel 到湯嘅味道。味道上嘅比例大概就係湯七麵三，雖然就會以翻湯嘅味道作為主導，但都唔會話完全蓋過麵條嘅味道。再加上呢款麵質上感覺好滑身，所以我認為呢款麵同個湯係夾到，而且夾出嚟效果都係好。同埋單量呢款麵嘅話，我認為都係好嘅。跟住望下配料個部分，先會有呢款和牛麵豬燈肉碎。呢款擺落口嗰一刻，我係相當之震驚，因為係完全唔使俾力咬嘅，自動溶喺個口裏邊。但係呢款係肉嚟嘅，並唔係脂肪，所以有呢個效果係相當之勁嘅。我認為。至於味道方面，牛肉味都係幾香噶，所以我認為呢款好食。之後會有呢塊豬肩肉，呢塊嘅賣相係靚仔噶，啲肉係呈現住粉紅色，而邊位就有啲燶啲嘅感覺。而呢塊咬落去質感都係相當之正，非常之鬆軟，但係鬆軟得嚟有爽嘅感覺，所以火候嘅拿捏係非常之好。至於味道方面，豬肉味都係幾香，同埋仲有啲焦香嘅味道，所以呢一款都係好食。最後仲有少量嘅冇溶，真係得呢一嚿仔嘅啫，質感爽脆，菇味幾香，唔錯嘅我認為。咁我只一碗拉麵就係唔夠食嘅，所以加咗呢款松露溫泉蛋胡椒飯，其實都係生蛋撈飯嘅食法，唔算好特別，所以我認為呢款可以唔使加。嚟緊呢間麥卡咕啦將會去香港舉辦活動，就會提供招牌嘅雞白湯拉麵，夾到時間嘅話，記住唔好錯過。對呢間麥卡咕啦有興趣嘅話，就可以撳下邊嘅連結去睇呢一間鋪同埋呢間鋪嘅雞白湯拉麵嘅詳細介紹。